大家好，而家我嚟介紹我哋嘅 CombSmart 系列，係一套新研發嘅智能社區廚餘機。佢係針對屋苑嘅家庭用戶而設計嘅一個頭袋式嘅智慧型廚餘處理器。其實操作非常之簡單，只係行埋去撳一粒掣，將手上面嘅廚餘放落去。咁我哋呢個廚餘機呢，就係可以喺4個鐘頭之內將所有有機物質降解成有機嘅肥料。咁個降解量呢係達至95%。咁而且呢一部 CombSmart 100，以我哋平均香港每人每日大概製造0.4公斤嘅廚餘嚟計算呢，佢可以為附近250個居民呢就提供服務嘅。咁正如呢個廚餘機可以減省咗好多運輸嘅成本，因為姐姐唔需要每日過嚟收垃圾，大概係15至20天嘅時間呢先至可以嚟收一次。而且嗰啲剩翻嚟嘅廚餘嘅殘渣呢，其實就係一啲有機肥料嚟嘅，可以用作屋苑或者社區嘅一啲園林綠化之用。而我哋呢部 CombSmart 300係一個高科技嘅設計，佢有呢個 QR Code 嘅識別器啦，可以幫我哋去做一啲積分嘅活動啊，同埋做一啲比賽啊，係適合每一個社區佢哋嘅安排嘅。咁從而咧，佢一個自動稱重嘅功能啦，所有嘅數據咧都會 upload 上去雲端，做一個大數據分析，可以俾政府或者機構去作出一啲調整，係啦。所以咧，我哋呢一方面嘅 CombSmart 嘅設備咧，可以達至源頭減廢嘅目標。所有呢啲咧都係就地處理嘅。